現年50歲嘅前香港小姐麥嘉琪，結婚之後淡出娛樂圈好多年，等到仔女長大之後，佢選擇復出發展事業。佢放棄經營多年嘅香港演藝市場，將內地定為自己全新嘅事業發展起點。復出之後，麥嘉琪嘅事業發展一直好穩定，長期接唔同類型嘅商演活動，同時自己開設飲食生意，演藝工作同副業事務都打理得井井有條。因為長期喺內地定居同工作，佢返香港嘅次數逐年變少，同身為香港大律師嘅老公黃國豪長期處於分居狀態。麥嘉琪平時喺社交平台分享嘅日常上，從來唔會曝光老公嘅樣貌，呢個情況維持咗好多年，令外界一直質疑佢同黃國豪嘅婚姻狀況。多年以來，麥嘉琪同黃國豪不斷傳出婚變消息，兩人極少同框露面，亦都幾乎冇任何公開互動，大眾一直無法確認兩人真實嘅婚姻情況。近日，麥嘉琪接受資深傳媒人汪曼玲嘅獨家專訪，首次正面坦誠咁講述自己維持咗20年嘅婚姻關係，直言夫妻二人而家已經冇晒濃烈嘅愛情，維繫雙方關係嘅核心只係得返家庭責任。麥嘉琪同黃國豪喺2006年登記結婚，去到而家，兩人嘅婚姻已經維持咗20年。婚後麥嘉琪先後生咗2個仔，1個女，3名仔女係維繫呢個家庭嘅重要紐帶。20年嘅婚姻入面，夫妻二人嘅生活狀態同情感狀態一路不斷轉變。隨住年紀增長，生活節奏改變，再加2個人各自有獨立嘅事業重心，長期生活節奏同工作軌跡都唔配合，早已經唔再係新婚時期嘅相處模式同感情狀態。訪問期間，被問到呢段20年嘅婚姻仲有冇愛情嘅時候，麥嘉琪直接講出真心話。佢話20年嘅婚姻生活，將原本嘅愛情慢慢拆分、消耗，呢份感情一部分留咗俾自己，大部分都擺咗喺3個仔女身上。漫長嘅家庭生活入面，自己所有嘅精力同情感都擺咗喺湊仔同維持家庭上面，已經冇辦法100%愛老公，單純嘅夫妻愛情基本上已經完全消失。麥嘉琪喺訪問入面講咗好多夫妻相處嘅真實細節，足以證明兩人淡薄嘅婚姻關係。佢表示自己同老公已經好耐冇一齊同桌食飯，平時基本上冇任何共同休閒相處嘅時間。與此同時，夫妻二人而家嘅相處狀態非常疏離，雙方都唔會主動關心對方嘅生活同動態，亦都唔似普通夫妻一樣時刻留意對方。麥嘉琪坦言，兩人之間嘅感情已經徹底轉變，唔再依靠愛情維繫，變成成年人嘅家庭責任。兩人而家嘅關係更加似係一齊湊仔、一齊經營家庭嘅合作夥伴。事實上，麥嘉琪同黃國豪嘅婚姻早就出現裂痕。早喺2018年，兩人曾經爆發嚴重嘅婚姻爭執，當時已經去到離婚邊緣。當年夫妻二人因為長期累積嘅相處矛盾、生活觀念分歧，多次發生爭吵，婚姻關係瀕臨破裂。為咗保住完整嘅家庭，等3個仔女可以有穩定嘅成長環境，雙方最終選擇互相遷就，各自退讓，暫時緩和咗婚姻矛盾。為咗改善家庭氣場，維繫婚姻關係，麥嘉琪喺當年專門改名，新名叫做麥芳喬。改名之後，麥嘉琪主動調整自己嘅生活重心，決定北上發展內地市場。佢刻意減少留喺香港嘅時間，拉遠同老公嘅相處距離，用呢種方式避免日常相處產生嘅爭執同摩擦。呢種分居式嘅相處模式維持咗好多年，令兩人嘅婚姻可以平穩延續到今日。講到而家嘅婚姻走向，麥嘉琪喺訪問入面明確表明，自己絕對唔會主動提出離婚。佢解釋，呢段婚姻足足20年，自己投放咗大量時間、精力同心血，用心建立同維持呢個家庭。如果選擇離婚，過去20年嘅所有付出都會白白浪費，呢個係佢唔可以接受嘅結果。至於老公嘅真實諗法，麥嘉琪就話自己唔清楚，
兩個人好少深入傾談婚姻同感情問題。佢亦都為呢段婚姻訂立咗唯一底線，就係老公絕對唔可以出軌。除咗呢一點之外，佢對老公冇任何多餘約束同要求。麥嘉琪仲坦言，如果老公遇到更適合嘅伴侶，想開展新嘅生活，佢唔會刻意糾纏，願意成全對方，主動放手結束呢段婚姻。呢種坦然通透嘅態度，亦都證實咗佢所講嘅婚姻而家剩低責任、冇愛情嘅現狀。麥嘉琪嘅事業同人生經歷非常曲折，佢因為參選香港小姐為大眾熟知。1993年，年紀尚輕嘅麥嘉琪報名參加香港小姐競選，憑住外形同氣質成為當年嘅大熱參賽者，收穫大量關注度。但喺最終評選入面，佢冇入5強，競賽成績只係中游水平。參選期間，麥嘉琪被爆出有私密不雅相片流出，呢單事件當時轟動全港，對佢個人形象造成極大負面影響，亦都成為佢人生入面無法抹去嘅爭議污點。港姐競選結束之後，麥嘉琪正式簽約入行，順利加入 TVB 開展演藝事業。但佢喺 TVB 嘅發展一直好普通，入行之後長期飾演配角同綠葉角色，從來冇得到電視台嘅重點栽培，亦都冇機會靠影視劇作品上位，成為當家花旦。見喺 TVB 長期冇突破，麥嘉琪選擇離巢，跳槽去到亞洲電視繼續發展。但去到亞視之後，佢嘅演藝事業依然冇進展，一直攞唔到優質影視資源，事業發展陷入停滯。正規影視路線行唔通，麥嘉琪最後決定突破固有風格，接拍3級片作品。自從轉型拍3級片之後，麥嘉琪嘅演藝事業終於迎來轉機。呢類作品令佢快速打開知名度，成功喺香港影壇立足，憑住獨特嘅熒幕形象，成為大眾公認嘅性感女藝人。成功走紅之後，麥嘉琪曾經嘗試轉型，主動擺脫性感標籤，專注拍攝正規演技派影視作品，希望靠演技獲得觀眾同業界認可，重塑自己嘅熒幕形象。但經過多次嘗試，轉型效果都唔理想，始終擺脫唔到固有形象。最後佢放棄演技轉型嘅計劃，唔再刻意調整自己嘅演藝風格。2006年，事業處於波動期嘅麥嘉琪同香港資深大律師黃國豪結婚，正式嫁入精英階層，成為外界眼中嘅闊太。結婚之後，麥嘉琪慢慢淡出娛樂圈，將生活重心轉移到家庭。佢先後喺2007年、2010年同2012年分別誕下2個仔同1個女。接連生育令佢徹底暫停所有演藝工作，全心全意照顧仔女，打理家庭。今次專訪入面，麥嘉琪首次公開自己嘅產後心理狀態。佢自爆生完大仔之後，曾經確診患上產後抑鬱症。患病期間，佢完全適應唔到婚後全職媽媽嘅身份，接受唔到自己嘅生活被細路同家庭完全佔據，一度對親生仔女產生強烈嘅抵觸情緒，心態長期處於消極狀態。產後抑鬱症對麥嘉琪嘅生活同心理造成好大影響，但佢冇依靠外界幫助，全程靠自我調節、心理疏導，慢慢走出情緒困境，最終自行康復，回歸正常嘅家庭生活同心理狀態。等到3個仔女陸續長大，變得獨立之後，麥嘉琪唔再滿足於做全職家庭主婦，決定復出職場，重新開展自己嘅演藝事業。今次復出，佢徹底改變以往嘅發展模式，唔再局限香港本地市場，將所有事業重心擺喺內地。講到選擇內地發展嘅原因，麥嘉琪表示，內地文娛市場規模更大，工作機會更多，發展空間更廣。與此同時，佢早年拍攝嘅各類影視作品喺內地累積咗龐大嘅觀眾基礎同固定知名度，令佢復出之後唔使由零開始，可以持續接到工作資源，唔會出現冇戲拍、冇公開嘅情況。紮根內地市場多年，麥嘉琪嘅事業發展一直好穩定，各類商演活動邀約不斷，同時經營飲食生意，
副業發展穩步推進，整體事業狀態非常理想。為咗方便喺內地工作同生活，麥嘉琪長期定居內地，已經喺廣東廣寧置業安家。呢幾年嘅生活節奏入面，佢絕大部分時間都留喺內地處理工作同私人事務，返香港嘅次數極少，停留時間亦都好短。長期兩地分居嘅狀態，令夫妻二人嘅相處時間大幅減少，家庭分工亦都形成固定模式。麥嘉琪留喺內地打拼事業，3個仔女嘅日常生活、讀書成長都留喺香港，由老公黃國豪全權負責照顧同打理。兩人長期分居，各司其職，只係靠仔女維繫家庭關係，完全冇普通夫妻嘅日常陪伴同情感交流。呢個就係兩人愛情消散、剩低責任嘅核心原因。出道30幾年，麥嘉琪經歷過事業高低起伏、輿論爭議同婚姻平淡，由備受爭議嘅港姐、性感女星，到嫁入豪門嘅闊太，再到隻身北上打拼嘅創業者，佢嘅人生身份不斷轉變。面對呢段已經冇愛情，只靠責任維繫嘅20年婚姻，麥嘉琪嘅心態非常清醒通透。佢唔否定自己過去嘅付出，唔強求虛無嘅感情，亦都唔畏懼婚姻變數。佢願意為咗家庭守住底線，維繫婚姻，同時亦尊重老公嘅選擇，為自己保留後路。呢種平淡又現實嘅婚姻狀態，亦都令大眾見到老牌港星婚後最真實嘅生活樣貌。以上就係今期內容。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轉發，多謝大家支持。